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也》，我係吳依容。全台各地內陸有客人哦，有啲東西呢，有啲俗啊，有啲文化啊，係大家共同嘅。不過各地方呢，又有人自家冇共用嘅特色哦。像屏東內埔誒，都有一間全台唯一嘅蔥梨祠，我國總統內埔誒，啊，古時候我還記得到萬歲啊，我哋經過假使愛連考誒，嘅蔥梨祠地位都點滿誒。嗰度考生因呢去養因呢准考證，大家希望是咧考上個好嘅學校吼。啊，一蔥梨祠有乜嘅故事呢？伊嘅由來又係用呢？我哋今日來賓都是咧為大家來解答吼。今日咧來賓都係上江文學坊負責人曾希裳，大哥曾希裳教授唔好。吳小姐唔好，站人聽嚟到有嘅節目上，鄉親朋友大家好。曾先生啊，頭講嘅唔都印啱頭嗬，我萬歲係有幾印象哦，係特別愛聯考、大考以前，學嘅蔥梨祠改道嘅准考證，咁我相信改道鄉親朋友冇錯眼能按地講，哦，呀蔥梨祠係眼能歸熟悉嘅地方，啊，唔是得同眼解釋一下冇，做乜內埔嘅我有安貼拍嘅一間蔥梨祠，啊係服侍萬人呢？有個人講嗬，因為我哋客家人個初衷嘅學生咧。雖然係讀書，所以嚟拜考試嘅神明。喺台灣嘅民俗嚟講，考試嘅神明有啲嘅文昌帝君，第二係魁星爺，第三係韓文公先生。大家都講，做乜嘅台灣全島比啲專門嚟拜韓文公嘅廟，會喺內埔嘅，所以大家都咁嚟講，但是在嚟尋一筆去了嘅，可能唔止咁樣哦。因為我哋客家人對嘉應族啊，喺清朝嘅康熙年間，到雍正年間，到乾隆年間，嚟到我哋屏東平原，一個內埔嘅竹田灣萬林路，從此有得開發啊。我哋嘅老祖先以安樣嘅嚟到台灣，有個腳安樣嘅行。行到台灣來，所以其實移民嘅方式最好嘅方式都講，叫做順輪河巴嚟到一個地方。對嘉應族嚟到台灣，要坐一條嘅，要坐嘅冇得講倉牌嘅，冇得坐船嘅，要一條河巴。一條河巴都講韓國，為了紀念韓文公。本來頭白講岳吳係，岳吳係一條白一條河巴遷到岳吳，岳吳會識係人，會識係嘅，或者叫嘅有啲頭上嘅嘢掉。但是韓文公而對唐朝嘅當時邊關到朝主府嚟做測試，測試到嘅地方嘅最高嘅總管，以70萬嚟做，一條河巴頭白冇辦法。嗰個會有水仔喺度，然後整次有條河巴成功嘅，嗰個岳吳就冇嘅，所以下一篇文就講知岳吳文。所以嚟到朝主府做最初嘅事情，都人講嘅，一個整次有條河巴，大興農田水利，實際上我哋嘅祖先可以去耕作，嚟開發，所以一條河巴。我哋移民咧也行路線，對梅族，如果我哋一下講嘅6對地方，大部分都係對廣東嘅酒量來嘅啦。因為雍正年間酒量嘅治安啊嚴重，搶嘅朝廷同意本我哋客家人移民嚟到台灣，所以嘅當時，所以我哋。個祖先爺喺聯絡嘛，喺每日嚟，人家祖先對哪裡來，90%都係講酒量來嘅。我哋講嘅客家話嘅腔調又係酒量咧，同梅縣有18冇相像哦。同苗栗都梅縣，苗栗人講梅縣嘛，但是對酒量都梅縣，我哋祖先一定要腳行路啊，37公里呢，一定行路。到梅縣坐船嘅順輪韓國470公里，多日嘅朝主會上岸，朝主上岸咪都有一啲韓文公祠，
韓文是北宋做的呢，都應該係全國人的歷史的。哦，一天要上暗去受習嘛，接落嚟接上的呀。一天上暗去看到嘅韓文公司安泰，去祭拜啊，祭拜咪帶入個韓文嘅香火嚟到對潮州府坐上嘅出到三條出海嚟到台灣呢有個安平港定陸，安平港定陸嘅安平一下好多年前到啊嘛，客家人我冇辦法描寫啦，所以呢會討論上嚟對東江嚟上岸，對東江上岸咪就開發咗竹田，嚟到灣埋，嚟到內埔嘅，去到聯絡場次，有嘅下去喺神秘嘅家棟，到乾隆年間呢，又對一個古書啊，都坐上嚟又都透過老農海啊，去到美濃開發美濃啊山林，變成我哋客家莊嘅安尼。安尼來，所以我講韓文公對我哋客家人的移民的貢獻都講咗條河吧。而哋潮州府做測試，做嘅真好啊！雖然當地人都叫責任，而做嘅真多事情呢。做啊乜嘅將韓文公提嘅潮州府做乜嘅地地，太顯農田水利，使得大家工作有翻身冇水災。天意看到佢市場上有人談論什麼嘅賣啊！我哋講奴皮嘅，奴婢啦，我哋講客家話講奴皮嘅，因為奴皮喺市場先採購俾人買來買去呢，亦都金子人來買賣，亦嘅富人家。天上有看到因為當時啲唐朝，當然哋黃河流域總人嗰啲佛壇嘛，文化嗰啲講嘛，我哋南方咪可以講，用語法嚟講，咪嘅蠻荒之地啊，咪冇開發地方，而批啲學家，講。韓文公嘅啲學堂喺辦會，所以做過清楚安啲事情。我哋祖先嚟到呀，等我也講嘅，他講問呢，你女朋友有冇有個長歷史？為了考試啦，他趕緊去從事讀書啦。除了安啲以外，你我哋移民行嘅路線。經常對一個研究案詞呢，對一個從歷史同韓文公韓國可能嗰度向前啲講，我有案詞嘅研究，啱啲係原因還係結果如係能做後一出，如係曾熹上先生一所編劇嘅戲，很多韓文公嘅故事。如係做嘅一出戲係曾先生唔來寫，係咪如係唔必感覺講，韓文公嘅世界，佢帶大家來了解，故所唔能會寫呢嘅。想法安呢，因為過去我哋作為啲客家人其實嚟講，喺下台灣也唔算本土化啦。台灣嘅本土化，民國70年到80年代，喺民國88年嘅去到一個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啊，我不是乜嘢個，我有啲郵電啊，正好看嘅布告欄啊，啲布告欄亦講甄選2本研究台灣嘅書啊，學術嘅著作，我啲當時係各種教書啊，看到真聽我估計都花咗差唔多有2年嘅時間，下一本就到台灣客家文化研究，而家都開始出版嘅，出版嚟都慢慢嚟都接觸人哋台客家文化按出嘅研究，出版以後又到第6屆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喺南港嘅中央研究院嚟舉辦，要發表論文。睇同嗰度去外來嘅一個研究客家學嘅學者共下，甚至到外嗰度學習嘅機會。我也有人個次我咁樣講，我哋而家嚟研究客家學，到底有咩搞頭啊？有乜嘅意思冇呢？你可以馬上同我講，你不要小看客家學的研究，客家學是顯學，未來100年。都是顯學，按照嚟講。家下都係你講啊？喺民國88年嘅事情呢，雖然講人類，因為當時世界各地都嗰度嘅客家文化研究嘛，我哋台灣人，實際我嚟講，我哋台灣蠻熱普，能開始，能蠻熱普喺民國80年也能開始啦。而家咪冇客家文化研究所嘛，我有見過我哋嗰度嚟批客家文化研究所，後來呢取起一寸台灣客家文化有個研究嘅風氣能帶來嚟啲民國80年。嗰個先生嘅年頭係對客家研究。因為有一本書以後，
啊，基本是會送到海外，所以海外啲嘢藝嗬，啊都要機票去到海外，哦去到好多地方咧，包括好多乜嘅嘅東馬啊、沙巴、沙勞越啊，嗬，去到檳城啊，去到香港啊，去到中國大陸，哦，認識好多嘅客家有好多學習嘅機會啦，安尼。我也是也幫講咗嚟講，多得我哋都韓文講，因為嗬人嗬，我哋啲鄉親啊，可能唔了解。實際嚟講嗬，係因為睇長久台灣最強嘅一個祠堂建築，叫做中山公祠，係我哋節目祠堂。我哋民國86年喺台北教書，都回來，我哋長久一個台灣最強嘅一個客家人嘅祠堂哦，一個祠堂叫做中山公祠，係紀念政治啦，象徵嘅節目祠堂。啊，嗰度嘢原來長久嘢，佢當時長久喎，乜嘢古蹟嘅啊，都我都講，今日哋發起嚟講，全世界象徵嘅人歸來我哋屏東嚟祭拜我哋嘅節目祠堂。喺民國130年，我哋辦了一次世界政治的後台諮詢，轉到我哋歸到我哋屏東嚟祭拜我哋嘅政治，2000空嘅人，對全世界來嘅。因當時屏東高中有一啲音樂先生退休嘅叫曾次郎，佢都同我講：今日派一個發通，2000空嘅人對全世界來到我哋屏東咧。佢咪嚟做一條歌嚟唱本他家堂，所以我就寫一條歌叫宋中生公祠，宋中生公祠。寫好有人講小老弟，曾次郎老師本來可以做成客家人唔曉得講客嘅，有人講小老弟，你歌詞寫得很好，你再寫我來再來譜曲啊。佢當時面到看到我哋咧廠裏子安好，我就寫一啲。個韓文講嘅享受，曾次郎老師講，而家你哋嗬拿到我嘅歌詞，佢安部嘅為了做一個歌詞嗬，做到半夜隔2點，做佢哋亦都逼出去來逼出咧，伊同我講嘅哦，伊講伊起5分鐘，伊講唔寫起我哋客家人移民嘅歷史，伊感動到不得了，站起來肅穆5分鐘哦，佢半夜隔2點。咁都唔係講咩？係哦，呀，後背一定還有很多精彩嘅故事，我哋大家先聊一下，個繼續來唱歌，鄭先生。1809年10月11日咧，有一出舞台劇，很多韓文講嘅故事。我哋今日嘅來賓咧，都係編劇鄭希裳先生，而好多同我哋分享到嗬，都係用嚟會有分享到嘅，有一啲藝術歌嘅，同韓文講有關。裡面呢有一出戲，係咪？先生哥同我哋分享。佢當時做嘅韓文嘅想法，鄭次郎先生嗬，要同我加做嘅簽一下。10多條一個客家歌曲，一個客家歌曲佢代表台灣嘅客家嘅民俗啊，客家嘅民俗，呢條歌嘅。鄭次郎先生同我講，一條歌嘅做嘅無人唱，都同歷史同樣嘅，無人唱。我都問到今日嚟做嘅幾個朋友同下來，做10個朋友，我哋也唔曉得唱歌嘅，唔曉得做戲，乜嘢都唔曉得，都問到今日嚟唱音樂會。打通人嘅心啊，個情啊，一條客家文化嘅故事咧，透過音樂層層咧打入人嘅心度嘅，你可能有個好，所以都開始成立3間樂坊。唱歌嘅情況，尤其係唱客家嘅歌嘅，即係我哋講唱客家嘅歌嘅，代表我哋客家文化嘅歌嘅，我哋已經有嘅。後來過嚟台灣生活美學館，嗰種唔點樣嚟發展藝術，主動嚟同我簽藝術。講唔等嚟做社區劇場、社區劇場好嗎？我係當然先聽啊，所以都派導演嚟講我哋都學唱開歌嘅，都拿想辦法嚟用歌嘅
用歌的来做戲樣做出來嘅。哦，所以做假如今年其實第10年嘅，第2年一路又請嘅台灣豫劇團啊，有過好嘅導演呢，有過有資源嘅支持我哋呢。所以去年呢，我哋做嘅係研究他鄉嘅故鄉。喺去年呢，今年又開始嘅，今年嘅美術館同我講，今年再嚟做一啲30分鐘，唔好超過30分鐘。我咪到嗰度嚟做韓文嘅上課啊。伊同我講呢，明年如果以上次嘅研究他鄉嘅故鄉同今年呢韓文嘅故事，那結合變成50分鐘嘅台戲啦。明年我哋喺度做台戲嘅。我哋一條唱歌嘅，我而家講嘅上屆嘅樂坊嘅一條強情嗬，我哋從來可以講也唔會唱歌嘅，也唔會做戲乜嘅都唔會。他佢會講老人嚟學才他啊，係咪？人類做戲唔係啲很簡單嘅事情。係啊。個導演嚟到我哋上屆嗰行嚟指導我哋，對我哋用嘅講法，用嘅動作。用嚟去提起舞台上展現出來，用嚟表情啦做出來慢慢一邊一邊做出來。先生喺第8安尼對研究他鄉喺故鄉開始第8寫戲文編劇，唔會感覺難嚇。因為有10多條歌嘅，我見咁多一條歌，其實每一條歌嘅有一個故事。有個故事哪做嘅？譬如講我哋講韓文講嘅上課係一啲故事嘛，係韓文講嘅故事嘛。我哋講係做一啲終身公子，宋仲基終身公子全部祠堂係一啲故事嘛。譬如我哋講董之也係一啲我哋客家人嘅故事啊。唔看董之。像我哋客家人就成日會用人扮嚟拜周權爺呢，拜七個祖先呢。像客家人啊，可能唔望開。睇我哋女僕嘅羅比有一啲三個神明向下啦，中間呢係我哋講平埔族嘅馬下道族嘅人講三個土地公，伊哋呢祖靈信仰。一片呢係火龍人呢，伊哋講火龍人呢一個福德真神。隔壁有啲我哋客家人咧白講咩？有啲人都帶人去看下嘅，他佢個感覺到很特殊嘛。一啲台灣因為有什麼神明向下拜向下，羅比啊，本來係頭拜平埔族嘅，後台係啲啦，好多人來嘅，客家人來嘅，所以我帶嘢，啲人哋讀個懂字，搶睇我哋客家人咧白講前面有可能拜嘅人扮嘅。哈皮達摩啊，像我哋所以我做董子，一條故事全部拿集起來變一個故事，一出戲啦，就變一出戲。我為了講我哋啲團員每日都愛上舞台我哋嘅寫劇本嘅時間我都有考慮嘅。我哋啲團員慢來做乜嘅角色個好，已經先寫心度裏有夢想。實際到每一日我哋啲團員都有喺舞台上展現表現嘅機會，每日都有一講法呢。個彩排嘅過程有乜嘅奇妙嘅事情發生？當然導演啊，而下巴講我哋有咩事情苦啊，當然下巴會發火啦。係啊，下巴未清好啊，因為我哋講嘛，我哋為了做事情做好做唔好嘢，有會人哋感覺到懊惱啊。我總是同講話，所以我哋會睇，他家會個認真地學啦。導演未改好啊，咪哋我哋見過3個導演。3個都清好，當然3個角色都冇同樣，有一個溫和，有一個先至個急。我對我嚟講，我感謝我哋嘅導演，實際上我哋可以喺舞台上嚟表現。上次我講一件事情，應該社區劇場，喺睇我哋台灣甚至海外，他家嘅重視，所以文化部千重視社區劇場。同講一個台南美術館，而睇我哋一個樂隊體系選嘅2團做客家戲啦，一團喺美濃，一團喺屏東我哋女僕嘅上個樂坊，2團好耐嘅，2團客家嘅，一團
哦，嗰兩團人出名咧。哦，咁佢是老師你上去做下，你上去做去啊？我嘅當時第一次研究他鄉係故鄉，我自己做一啲編劇嘛，我哋當係幕上，本他家己表演，我做報馬仔啊，客家人冇報馬仔，客家人頭擺講報馬仔大銅鑼啊，大銅鑼報木人啊，都係，竟然我哋呢嘅做手工嘅人啊，手工研究成啲唔好，竟然冇辦法來。手工冇啊！藝人結果睇我都嚟做手工啊，所以我哋喺面我講我係做手工。哦，咁上台表演會緊張嘛？冰塊，冰塊，所以他個會緊張啊講，就我聽下講嘅攞那個學材，他做戲唔係很簡單的事情，但是佢要表現出人生啊，唔係人嘅動作，去琢磨，去係呢，去揣摩，學習嘅個動作。講嘅話，一樣嘅講嘅話，而且默嘅唔睇，我哋導演講一句話，唔識噶可以對做成人5手指係5手指，但是你上嘅舞台都唔係5手指嘅，你咩人係默嘅，人係觀音用都變觀音用嘅。你印象當中睇㗎，你講當然難免啦，導演想去同事情做好，會有時個勁嘛，以前感覺講睇㗎。先難學嘅，睇架喺學習嘅過程當中，感覺先困難睇難。而且睇搞一個搞下定嘢個困難嘅時間，出差以為個簡單咧。就一定台灣粵劇團嘅一個導演，一個演員出身，一定乜嘅翻轉顛倒，乜嘅武功乜嘅都曉得。我哋咩武打戲呢？武打戲係嘅。韓文講大戰鱷魚精啊，一下個字我唔會，我唔會別係，所以為了佢講韓文我嚟同佢我唔嚟上戰，而都安排啲武打戲咧。武打戲嘅當然武打戲真精彩啊嘛，佢假係用一點職業嘅演員，一點都會大反差嘛，佢哋會真好看真精彩，但是亦會強調。人家係普遍會強調，但是一啲細細嘅動作咩佢冇學習嘛，用嚟拿起嘅刀嘅，用嚟表現出來，用嚟嗱啲買一啲動作，呢種動作我哋咩啲見學習啊，所以我聽講，他係會時代會頭嗱講，我哋攞嗱學材他，從來一生人冇見過。做戲嘅經驗，唔過你現在應該個成次啊，個次咩喎？睇下應該都做到個有心態。咁我嗰啲咩先生，你叫我哋咩真係演戲啊？我哋演嘅市場，做唔過癮咯，還是會繼續做啊？過佢哋做戲嘅佢欠出地啊，唔會搶人哋嚟排咗唔到樣嘢，好多人咧睇下欠出地啊。講起來有個經驗，應該個似咩喎？談起來如果似咩？唔過呢，鄭先生亦唔單唱寫，唔單唱研究，亦係做好多事情哦。我哋聊一下，個繼續來請教先生。我哋今日裏邊係三間屋樂坊負責人鄭希裳先生，而佢都同我哋分享嘅個奇妙嘅韓文宮嘅故事，也出舞台劇嘅用嚟來嘅，還有一個製作嘅過程嗬。唔過其實呢，鄭先生一做幾多事情唔過我上嘅新聞呢都係三間屋樂坊，從今年嘅3號沒有寫做乜很多三間屋啊？佢當時喺民國87年。喺台北，亦即係我喺啲離開故鄉去到台北，結婚生子離開故鄉變咗自己但是我一出改觀前去我家鄉，去我故鄉。佢當時都好認真有辦一啲徵文比賽啦，個如講個藝術賽啲賽會對我家鄉嘅一啲想念想法。我愛惜我嘅故鄉，我嘅家鄉。但是我見過，我愛惜我嘅故鄉，唔會啲意象人看得到嘅啲物嘅東西。所以我寫一棟屋嘅故事，我設計頭擺喺家鄉，喺啲屋嘅啲三間屋嘅故事。所以我
幾片身為5千則是描寫三間屋。也清河菜又得到ที่เมียง啦。ngày quỷ hi họ ngày 89 ngày bạn như sẽ chính cầm sang ngày cũ nhon mà để nằm phú con ngày già ngày con nói quỷ ngày chỉ cũ nhon giờ còn cả họ quỷ hi cho ngày thì mình quay 89 ngày bạn như sẽ ngày đó quỷ chỉ cả nhon ngày chỉ quỷ đó chỉ cả nhon những cái đồ vô một ngày hết mà một ngày hết都phải hết所以佢是張小好ngày đó tu好thì cái台灣生意好套路嘅夾別都都成條，眼關係啲牌個三間屋啊。所以而家睇下南來北望對勁好嘅嗬，都看到嘅三間屋。要嗰度時節行業乜業嚟講，有到三間屋喎，做得啲協商喎，講是的，檢查本身，嚟做堂開，同介紹做堂，哋客家做堂要堂好，要一個對聯，要東對。做乜嘅要土地良心，做乜嘅木係會有嘅花團行山，係啲介紹。能幾行辦證旅遊啊？雖然講係啲唔係改講改會啲木嘅，但係我也愛也係啲改平凡嘅啲農村嘅人嘛。我要叫佢兄弟姊妹呢。佢三間屋養育叫佢兄弟姊妹，冇簡單嘅。所以我要親情嘅感情去揀嘅。所以我啲做我嘅三間屋以後，到底係三間屋用嚟用，總共有將近400平。我講提供俾大家嚟用，而家真好嘅。譬如講假平係民俗集團，我講假必定用佢嚟民俗嘅，來使用三間屋一角錢都唔是付啦，為泡茶本地食啊，有讀書費，有一個民俗集團。有ngày thường con喺三間屋惡房，大家嚟唱歌嘅，甚至頭擺學牛嘅地方係做一啲牛欄樣嘅啦。個牛欄講係都個梯嘛，都可以睇唱歌睇練習做戲啊，隨時開放，俾大家用啦。完全本是從 TV 錄視哦。俾大家用，睇嘅兩人多錢哦，縣政府青蔥司，因為而家鄉村。人家人全部都出去嘅，睇嘅村莊地方老人家簽多啊，老人家喺民意就真係碌下更寬天師，碌下把模擬，會失智啊，所以全台灣每個縣都同樣，我哋平常縣長青蔥是老人家嘅關懷據點啦，縣政委員嚟簽嚟講，你哋廟村。按他嘅村莊有冇關懷據點？我去簽村莊，去簽嘅沙溪理事長，可能亦都冇辦法做。每藝講跟嚟做項目，上藝都嚟做，睇藝喺三間屋嚟做老人關懷據點村莊嘅。職工嚟做本嘅老人家識啊咧。慢慢藝問到長久下去，藝要去擺到村莊、鄉莊咧，一下你要。沙溪活動中心啦，他把架出嘛，睇下佢住啊，都視察咗一啲就裝批如果叫十公司遷上嚟嘅關懷據點行多係講係早一年來，落學茶，我都揾過新茶，我買新茶早一年嚟。專講買新茶嚟接。明年按你早一年咯。你去教路70本呢？我今年72歲。我哋咧關懷據點最嚴重嘅94歲。我哋我哋大人老人家同我哋咧三間屋惡房嘅人坐輪遊覽車，現在去美容表演，就好似喺美容表演係下豬頭2點去到台鐵新洲陽站睇表演嘅。老人家，我覺得啲遊客好可能老人家，平均年齡80歲呢，其實我哋講快散啊。從我哋客家歌，從嚟我自己做客家歌桃新娘，我哋講桃新娘，嘅海梅公嘅香火，從嘅石榴花，從嘅天公落水，啲從個農業啊，睇嘅舊業嘅嗬，我哋要個家義異族向土族分校，因為嘅土族分校嘅王主任嘛，因為嚟到我哋三間屋了，我拿嘅我哋客家歌嘅 CD 比歌本比，伊可能前聽，伊帶過去
好多年的學教，19廿個好多年的學生嘅來創我哋嘅客家歌，記得係藝起自嘢喎，安尼創入嚟我去參加代表嘉義人去參加全國比賽得到優勝獎，全部好多人呢。天意人要打電話問我講，可以再比點創嘛？可以再創，後來要創風廣喎。創嚟風廣喎，我咪就學家一點表演人好，要帶領我哋呢裝批老人家。同我哋上海樂坊坐到有咗頭，依啲嘉義土著分校，同小朋友交流呢。他係清楚，啲新年好多年嘅學生咧，小朋友唱下人嘅客家歌，唱得真好聽呢。係帶到老人家出去交流啊。去交流係。我印象當中，你應該係去關懷據點咧，而冇想到你係。等到第地步唔變後生嘅呢？係啊，所以真係感覺到一點嘢，所以有人問問我，樣安尼感覺到安尼問緊人強，我講啊，我不是咩都我哋做乜嘅洗頭，我不是要做，我千度洗頭等陣我哋去做，要出國去做，要千塊落去做，你係講啱頭佢洗唔落咯，一面咧都佢叫洗落去嘅，啱頭洗落去，佢樂觀，佢係樂觀。對自家唔是講愛享受，而是乜嘅睇唔睇肉。對自家我譬如我講，按家應該上強啊，因為你上強嘅時啊，我哋就唔是用愛好啊，我哋不是做嗰度事情啊，不是咩嘢哦，比如我合夥我見寫作啊，我見咁嘅話我哋做乜嘅安尼，個意思就同佢老人家傾下，咁我哋真歡喜。佢要面對擺喺廠藝人上界，我放佢歌嘅，要嚟做起人生真美妙呢。用我你嗰微妙嘅人生。一下係去感覺，而家係感覺。將件下咁樣日下又用我睇下嘅參加一個節目嘅錄影，嚟播嘅錄影。你打嘴鼓，因為人生真難得嘅經驗嘛。老師一下係冇時限咯，係咪？係要嗰度嘅規劃係咪？一下都講對人家開始都明人。都後人啊，我哋做啲用嘅向嘅向字啦，一啲聯絡向嘅相字，一啲係我哋內部向嘅向字。我哋向嘅向字沒有聽做啊？做相字要很大的工程呢。嗰種人情係做幫神向嘅向字啦。我講啊，因為日本咧教書我帶領大學生冇啲研究生，去到鄉村做鄉村嘅歷史呢，將係要做我哋美好村民來寫歷史，他講嚟村民用佢嚟寫歷史，歷史係一個親美麗的感覺。我哋啲祖先用嚟到我哋嘅村莊，我哋啲村民可能唔了解啊，我哋嚟大家用嚟探討，我哋而家嚟睇做係哪叫啊？哪叫來啊？而家嚟睇做一道詩咯，看而家一道詩咯，而家都第一出來一道推嘛。呢度個詳細個，今日嚟睇做嘅。木梯雲彩嘛，墳墓係在嘛？如果雲彩係會看啊，看農人間咧，200工人咧，我哋呢部像一啲公墓啊，有一啲牛埔我哋講牛埔木梯啊，千多人嘛，土廣人間咧，我去年咧同佢平龍研究會申請歷史建築成功了呢，變咗歷史建築嘅，乜嘅人就講歷史建築。變咗啊！呢啲嘅，因為佢係全部都畫喺度都磨嘅，喺度睇唔到啊！而家講我哋客家人開發嚟啲村莊，我哋因為對人講嚟開發嚟啲村莊，多啲用我哋也村莊開發，一條水本一個村民使用啊，所以我哋啲村莊一定有啲水、有啲河壩、有啲些海流，可以耕作使用。因為我哋早期我哋祖先嚟到台灣，不是有戰亂。有赤地，有土匪，所以喺村莊始終有個種泥族啊，嗰種有啲城牆樣嘅，作為泥族，我哋咧就我哋咧然後村民，意思就可以去做事啊，啱唔到去歸來啊，所以佢哋竹頭皮嘅一個籬笆地擺開，泥族地擺，每條村業做嘅八個，所以要東插、西插、南插、北插。8個我做落去，做落去以後，他個村民家家哋食飯，家家哋如果什麼食用粥嘅，一天晚變到剛好人哋做一隻貓，
做一个太庙。譬如要唱乜嘅羅先生，神農大帝，我哋客家人講羅先生，劇作講嘅定啲先生，用嚟嚟講作嘅嘛，所以羅先生，我嘅稱呼都亦好嘅，要做個五谷先帝，我都做我哋條班人講嘅三山國王廟，國王宮，我都嚟做埋太廟，將我哋嘅按多年嚟，有300年嚟出嚟嗰種人才，嗰種人才那記錄。每啲村莊就有村莊嘅一個歷史嘅故事，歷史嘅故事那寫出來，講俾我哋村民聽，村民有個唔錯嘅，咩啊你有恩樣嘅，係嚟修正，所以那個村民來寫歷史，日本清流行。先生，你講到也個好，講到是得應講下去呢，侬會係按其實意思係按有個法律啊、能量啊去做很多事情啊。我想同大家互相勉勵，我哋也講嘅因為我哋。一定要有理想嘛，你睇有一點理想就講我而家話我做乜嘅事條，我樣樣事情都做唔起，所以我緊做下去，我咩千條啊，年輕多嘅，是讓我哋呀在電視前面同埋啲觀眾朋友嚟見面，講出我自己一些想法，我覺得千條啊，所以面啱不使冇使到全好，唔係講你使到我身體都會冇會黏氣啊。將我哋啲好呢，健身當然都好啊。非常感謝鄭先生先生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嘅，依啲 help 咩學到幾多呢？感謝鄭先生。費事啊，係啊，即個氣氛講啊，所以也請多謝我哋嘅主持人吳小姐，亦都能夠同中下第一個節目行嚟談自己一些想法啦。也請多謝我哋嘅鄉親好朋友，多謝嚟收看呢個節目。按知識，能嚟了。感謝，家觀眾朋友繼續留下來哦，我哋談論先生好好運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嘅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你今日運動嘅嗎？請放起來，同永清先生來做運動哦。先生今日教大家係伸展瑜伽，你準備好嘅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做運動嘅哦。今家來做暖身運動哦，兩隻腳請打開來，好，同嘅肚子豎空來。將肩膀衝，跳難哦，嗰種上面有人幫你哋手嘅，伸出，你嘅腰椎、脊椎要去做延長，舒服夾空來，好，按能將肩啲上面看，跳難啲下背看。就薯片。彎片，更加來加動作，比咧一級棒，用你嘅下巴喺上面施壓力，讓你的肩筋呢可以再更加的延展。好，慢慢地跪中間，你嘅手壓高。把你嘅跳拿，好啲嘅側邊，人片會感覺講不緊，好，再彎片，做停留，1、2、3、4，過來中間。更加嚟同你兩隻手柄嘅肩條，好做握拳嘅動作，慢慢嚟做，配合你嘅呼吸，好，啲前面吧，1、2、3、4。好，更加同嘅數牙膏，好，啲上面幫衝，彎片，
同嘅身體熱起來，等下做通總那唔會舒爽哦。好，更加嚟腰部運動，也會老人強呢。天天嚟撈，千要屈太強意思咯。來彎片，好，更加嚟做動作嘅哦。來，將立正起後，好，兩隻手合掌，好，慢慢地順上去，好，低後背做延展，再過來，再擺起起唔好痛，跳起低後背做順身。再試看耐心哦，加油！起起，跳起，低後背，更加嚟做一個側彎腰，手輕輕綁出來，唔是按彎哦，按呢係錯誤的哦，請低斜上。還有偏會感覺骨也綁到，好，可以刺激你的淋巴，讓你的身體循環更好哦。我改善你的病人的一個身體彎片，好，再做一擺。我企好來哦，開中間，來彎片，好，再來臀兩隻腳打開來，好，企好來，好，剛剛企好嘅，然後來做一個深蹲，好，我手可以合掌。骨下去，做一個做停留，1、2、3、4、5，好，估5秒，好，起上來，踮腳，1、2、3、4、5，好，歸來中間，好，起上來。好，我記得我腳趾頭要伸出來，唔可以按你彎彎哦。好，要伸出來，再一擺來，1、2、3、4、5，然後來我數放鬆，再做一個伸展，好，再深蹲。做停留，慢慢地放起來。好，更加臀數放下來，來臀嘅腳伸出去。慢慢的低前面，伸出你的手，好，背龍打側，好，慢慢的下去，再過來，好，慢慢的下去，看你先可以瞄到你腳趾頭，可以發一步一步，
瞄到我的腳掌，瞄到天內。来弯片，慢慢地放起來，過來中間，再一擺，一步一步，腳起跳，再下來，腳掌到天內。來彎片，慢慢地放起來，過來中間，再一擺，一步一步，腳起跳，再下來，腳掌到天內。可以嘅話，按下來，同個跳拿輕鬆靠近嘅腳起跳。唔可以，唔怕，咁都按下都可以。好，可以，你可以省一些。慢慢的，一節一節放來，歸中間。好，來彎片，瞄到腳起跳，像爬樓梯樣誒，樣誒。天內下，跳拿，用你腳起跳，做停留。慢慢地，一節節身體一節節放起來，企穩歸中間，好，吸氣。跳起，基本嘅動作，學會了嗎？好好運動，還能下次哪個了？